下肢肌肉發炎係肌肉組織使用過度，更嚴重嘅係扭傷或者拉傷。呢類急性嘅損傷係深層嘅肌肉甚至肌腱拉扯過度引致，屬於中醫傷筋嘅範疇。患處會出現紅腫、淤血同埋壓痛點，活動起嚟疼痛會更加明顯。所以話咧，做運動一定要熱身，增加肌肉彈性同埋柔軟度。最緊要量力而為，減少受傷嘅機會。如果真係傷咗有劇痛，一定要盡早求醫。尤其牽涉肌肉嘅撕裂或者斷裂，甚至骨折，恢復期講緊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，可能要手術介入，千祈唔好拖延。至於痛感明顯但未算好強烈，都可以自己試下小心處理。處理嘅方法可以分階段。啱啱受傷嘅唔係一定要冰敷止痛嘅。喺中醫骨傷科嘅角度，可以選用有紅花成分嘅藥油，或者用藥貼冷敷喺患部。除咗可以活血通經、散瘀止痛，仲可以給患者及早預防新傷變舊患嘅可能性。